巡视着八叶栅已经要熟了，我们果断上山去寻找。八叶栅学名三叶木通，木通科木通属的植物。史维特的要点呢在于叶子，掌状复叶，小叶商粗，叶子呈卵形，特别像个鸡蛋，叶面的格质感很强。叶柄处呢是一个钝头，也就是像鸡蛋的屁股圆的那头。还有一种长得很像的叫鹰爪蜂，但是那个叶子呢和三叶木通是不一样的。三叶木通的果实呢表面一般是粗糙的黄褐色或者是光滑的紫色。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情况呢？我觉得粗糙的那种黄褐色个人推断可能是虫咬导致的。如果套上盖子的话，估计就能保证果皮呈现这种漂亮的紫色。好了，不说了，接下去是 show time。願晚風將我吹進你心內，晚燈影花正開，月影剖析我心，當時難自禁，地縵天分已化舞掉。